扣老昨年14、15，新竹县宝山乡就话期盼大中午，一个民校发通上小多件，接近8个月内，主要是因为宝山乡新丰乡当年一时节就话养生，送作为交通较唔利偏，村头单单就是用行嘅，故所适动作就变作一大问题。在地嘅民众一时节为准备同澎湃嘅饭菜，请一道来听书嘅人食饭，仲去调味西神煮腳湯，香噴噴嘅烏桐糯飯，煮龍板、雞酒，韓國泰式嘅呢一道好食美味嘅傳統客家料理，本體家感受到東口意，東有人情味。記者林秋玲、馮陽山，就係帶大家共下去寶山大中午。大早，苗峰依然從武漢視察，為養老業做準備。生意嘅老師條講出來，今年100個養馬鋪正式開始。我哋14、15呢個天上節目出孫那樣嘅，出孫來講話，我哋分嘅，我哋見苗呢，我主事是三個話啊，我哋配合還有那個觀音廟天上聖母啊，還有觀苗提腳啊，有文上提腳，還一道當中還一道那樣嘅。當日橋立正月14、15係寶山鄉新豐橋馬坡出水起伏嘅台一個，兩日五大場係苗族嘅市民，連提風紅嘅土地八股嚟為橋下出孫。新豐橋養馬坡成功就建築8個月嘅歷史，路線經過廣啟度3台出7台走，包含了新商、石口、金麥架、寶島、南行、春江到騎那兩道。還有古岔路老南愛兩條連走，希望為村民消災祈福，幫助五個豐收。40多年前啊，哈，認為啲苗族啊，哈，冇嘅馬祖坡，所以是13個時節是過去嘅新竹長馬坡轉來哈，繞境結束嘅哈16個月哈，所有水鄉嘅人有讓這個送。嘅馬祖坡轉去新竹40年前啦，改建好嘅本苗是又調入馬祖坡。本來你馬坡啦，安尼新豐宮30公分嚟到新圳，繞境本師傅本台之家，今年後年度啊本大家平安傳台前那樣。其中之一係今年往拉起入主，而負責出孫所做事情，還有挑個為找家父人口數收10年錢。來做出孫經費，老安排一般人吃兩道。等你先係講啊，就按新豐宮三台莊所有嘅民店啊，就講對什麼則憧憬，用等你錢本就本喺度排入住喺度排嗰種嘅繞境嘅嗰種嘅事項喺度，雜費就錯嘅啦。這位新豐橋馬坡係對北港本鄉來嘅，橋立正月12、13。入主為土白高沙嘅景象灘，到北港朝天用景象。在呢個後，讓皮年齡景象容易中度嘅出孫，行程時間就下係入主看今日大中午嘅地點來安排。路線就兩種路線，一年就譬如講向今年向東先出發，明年就向西，這樣嘅。所在強咗，8個月穿下來路線就固定嘅啦。大中午除係19個日子，只為透過交通唔利偏，讓新城頭老鄉親都可以入行嘅。行動一般都有做嘅協會是盤補充體力，所以附近居民除為準備澎湃嘅菜，強記了19，未出變奏大中午嘅show。我哋大中午他們有幾百年嘞，有幾百年。我哋大中午呢，我哋大中午從我哋當頭，我有7隻當頭輪，2日大中午。คนเดียวไปดินน่ะจะต้องเท่า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กิจสื่อถงกิจถูกไข่ตัวอันนี้ก็จีทีกับทีเดียมก็ต้อง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สิอะไรอย่างเงี้ย
所以我哋到呢個地方呢，非常嘅熱血。佛染重南上，巧佛动mạng，博个當地嘅主人。讓新村出孫嘅同時，村民咪當地嘅準備大眾嘅好料。到吹出嘅農盤到大鑊度，煮好嘅料個淋上去，用大鑊鏟緊攪緊炒。焖好再炒拌料，早上就焖了，早上起来就先焖。最好，我现在要拌金鱼了。其中剪片粒粒分明嘅豬盤香噴噴呢。打就那这习俗啊，就是这里要种田的住户，每户都煮各杀煮一样东西出来，都是煮些客家的客家人的点心。像那就是炒米、炒干的，那糯米饭，那个包菜包的，那个有条番台包，啊，夹表是像我啲夹表来嘅，边样的是包粽的，哦，那个煮了就盖酒了的，而家一炸煮嘅行出来，係呢個當皮頭啲啊大眾咁。锅巴好香，當好香锅巴好香哈，當香哦，當香啊哈。為到大眾嘅料理，打造出紅葱準備，不過啲菜包隨前日日出現爆紅。拍嘅是菜脯絲，攝菜頭，放到來擦嗆，擦好拿來煮，煮好將台裝嘅石頭摘一走，少又摘，將來炒料，會等20斤米啦，20斤米是爆火是200-300隻。做成人自由了，100多年。啊，咁你從細就有睇書啊，用你做。我從細是做啊，你農村人啊，他哋就有做啊。豬泡上冰淋冰涼，叉脆全頭離中度離來離去，今年全頭抬咗就50尺，老往年差唔多。另外提全頭咪橋下來睇農業。了係所有誒你哋種類，站台種啲種類，所有產能性大概10年提供嘅。啊，新豐宮呢一片並冇講去號召啦，當然那就大家自動自發啦。後擺就要講啦嚇，講我哋三村學區內嘅村啊嚇，講啊。就講一人為一錢啊樣嘅，人為2錢啊也要啊樣嘅啦嗬。我哋都係攞又冇剩定地又冇物嘅，就只有個人嚟攞。養農業經過嘅小菜，村民都被準備生意工資幾百，下新橋就聽到太路後。人馬坡些每年的正月十四哦，要落咗本裝行來。喺睇呢個東鄉裏面，又家當裏嘅裏面，盤要三生水果都見馬坡，啊睇呢個就啊呢種嘅擺嘅香案就了不得。見去到日照中頭也係妙，當地嘅村莊也係連種，除非地路口發風暴，100、200、500都有。如果中頭自家去提前，假如生意好、手續好，當然人提嘅錢儲不下到。到大家中頭要大家中頭緊要為翻咯。係，要擺上岸要咩為全部。風波上嗌得呢嗌得呢煙，哦，呢煙睇真係殺出掉啊樣煙啊，嚇，一殺出掉就，嘿嗱。啊，呢種咪燒啊樣煙。係呢種咪特別嘅，最處理好啲啦。呢種咪處理好啲。風馬辣辣，老香菇白香，嗰家蔥兒、蒜兒、肉絲，也無意基本準備嘅係客家台灣人。前陣日爆好嘅白人，一碟落放燒過，但佢鋪起來過後出熟地，然露露嘅白人出上係啲水度跳舞跳肉，
中暑留起來，嗰度都計通度，加入加下炒好嘅料，撈收嗰個野菜染水個。哇哦，連黏黏住大鑊，看到就見吞口水。啊，嗰啲飯啦，你就係你地方要幫忙嗰啲。是包菜不死，哦，就是按樣撈豬肉啊，撈香菇啊。嘛計時節不是按樣要打樣嘅飯人咯。每天冬節啦，上個時就打，中秋節那兩時就唔打啦。打中午嘅時間，你就咪準備啊？喂，煮係煮啦，台灣人，我煮前多年來咧，台灣人。飯人自家包，菜都自家做，除了改個咪係自家學嘅。了解啊，係細細隻嘅只是做來自家學落台，完全冇心嘛個抗生素嚇。客家人咪唔講意思，你看到個牛肉按台嘅，按台闊。所以基本準備呢度介紹嘅啊。係哦。準備當到哦，來，講啦，好了，講啦，講啦，來，進嚟啦，搬上車了，那好料都要搬上車了，小心哦。睇把落得，見冇人對還有。中年杯茶嘅好料，準備送到會場。見冇得嘛？用中先講喎，燒啲個병喎嚇。冚菜湯。冚菜湯。越吹越吹上路路嘅料理，白白表靚，大眾午時嘅忙到，村民早就準備好各種美食。舉炮哥台馬鼓上，全頭流水味道，村民卡用祭拜。新橋天河過後，日沙中日本氣人出事都隨行。路很辛苦了，我們該吃了，快點了，你很辛苦啊。同埋點樣為住呀？今日我就都特別來到了就煮嚟啦，都新店嘅，輪到了裝頭，大家吃東吃飯，供應好也冇分講多少，買嘅東西就好，就說到幫大家食。你基本準備乜嘢來？準備啲嘢啦。把包做嗰啲。你基本準備乜嘢啊？準備菜包。你自家打嘅啊？我自家打嘅。各種嘅客家料理都有，不過因為係農家、牦牛、老肉，夏冬特別嘅係兩隻，甜嘅細心煮個湯。客家人煮甜的啊，刺身啊，豬腳啊，還有糖啊，這樣進去。是閩南人是鹹的啦。同埋客家人是甜嘅咯。因為客人就習慣啲甜嘅，下補喎。錯啦。平常做嗰時又係大中午呀，特別嘅煎嘅。嗰度我大中午就特別做下都下就平常係嘛，也要煮啦，做做下少啦。還有兩張羅盤加米酒，各家互通，睇個時天國貨都會轉做點心食。也是係強為冇睇嘅老師妹。客家古早味羅飯，特別老人家就愛用食，老人家特別好，冇乜好食吼，就愛用攪啊，調了酒湯攪啊，就當好食咧，食得幾啊碗到。台自家三芒事，吃到當歡喜，無論出事也唔出事，做下條下事，日本感受到也提防紅兩嘅年輕妹。韓中英講，準備嘅東西是太熱到，福氣做得好，催路入法。以往嘅老人家係咁講啊，個食通風紅煙凍，按樣嘢啊，講見煙凍為下好，表示到嗌食到冇問題啊，按樣嘢啊。大家為咗洋葱嗰度，睇要加冇本事啦，大家是經常人沙皮啦，做下多，現在加冇本事啦。講新橋講到倆處，當主又好結婚好事，大家啲係客家的習俗，你就當主到倆是的當放心。當好，當大家是當吧。當先調出好料，本養生全條嘅嘢是包括後高技術下注嘅行場。
用一行下來，大家都好，做馬坡攞三山鬼幫嘅步驟唔會甜，下定養農嘅國後，未代表新年國體咧，帶嚟市民嘅祝福，快速迎接新嘅一年。